这个高雄寿山动物园的动物，嘛甲人咧过节食粽，无共的动物食无共款的粽，啊，看这的动物明星咧食粽，真透活，真趣味。面甲好啊好，一喙食鸡肉粽，叔叔叫的声音看起来真好食款。还有非洲西阿新，那大喙推特别制作肉粽，还有大底边角心凉鼻透开。阿里甲边仔春长长，甲粽搁要去喙内底，一粒食无够，搁食一粒，真正足卡哇伊的。另外，还有乌新省年中和美丁嘛来庆祝5节食果子粽，规寿山动物园就有肉粽节的气氛。动物园的员工是手包一粒搁一粒好食的肉粽，包5个类撒两顶顶，就是要动物面青食饱。啊，那肉粽内底卖掺因爱食食材，加牛肉、鸡肉，或者是西瓜、苹果、果子。对啊，怎么会这么大颗？对啊，这个价了吧？寿山动物园在今年特地帮我们动物准备这么多样化的端午粽，就希望说可以增加我们动物的食材多样化，让他们的行为能有更丰富的展现。5日1年到，每一只动物拢来过5日节。讲随望寿山动物园伫咧整修，不过因会甲影片传去咧网络，互民众伫咧厝内做防疫，卖当看到新熟佮古趣的动物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